各位觀眾，歡迎翻到嚟東望洋賽道啊！繼續收睇呢個第58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啊！咁接住落嚟呢，都係今日嘅重頭戲之一啦，就係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啊，澳門站啊東望洋大賽啊嘅正式嘅排位賽啦。我諗啊，呢次排位賽係幾決定性嘅喎。係啊，同埋而家呢個排位賽咧係分開2節舉行㗎嚇。咁啊，第一節排位賽就所有車手都會參與嘅。咁啊，最好成績嘅10位車手咧，先至可以參與咧第2節嘅排位賽，而爭取咧第一回合嘅排位㗎。係啦，咁啊，首先我哋睇咧就係第1節嘅排位賽啊。咁就全部車都會出嚟嘅。咁啊，呢個排位賽就有啲特別㗎。咁啊，排喺頭10名嘅車手咧，到時即係最後呢一個第1節排位賽頭10名嘅成績嘅車手咧，就將會倒轉咗個排位，就呢個咧就會係成為第2回合嘅排位嚟㗎啦。即係譬如侯夫喺呢個回合做得最快嘅，咁但係咧去到第2回合咧，佢倒轉咧，佢排喺落第10嗰度嘅喎。咁至於排第11以下嘅車手咧，而家有26架車參賽啊。第11至26嘅車手咧，就2個回合都係要排翻嗰個位置㗎啦。即係頭10名嘅車手唔同嘅啫。冇錯啦，呢個就係第2回合嘅排位嚟㗎。咁至於第1回合排位係點咧？就係最快嗰10位車手去到第2階段嘅排位賽咧，先再去爭啦。嗰啲咧即係要打真功夫啦。咁就睇翻而家目前咧就響呢個嘅世界房車錦標賽啦，咁啊排緊就積分方面啊，咁啊第1位咧咁啊就係伊雲梅拿，咁啊侯夫啊排緊第2位。咁啊，但係其實即係數字上嚟講啊，咁啊伊雲梅拿未必係攞得到啊，咁啊侯夫亦都有機會爭嘅。係因為畢竟咧咁一場咧，如果冠軍咧就會有25分嘅積分嘅，咁所以咧仲有機會㗎侯夫。係啊，澳門有2個回合嘅比賽啊嘛，咁啊最多可以攞到50分㗎。咁目前佢哋2位車手之間咧相差20分，咁但係再打後嘅車手咧，其實咧就冇機會爭總冠軍啦，因為嗰個積分落後太遠啦。咁啊，另外啦就正如你所講啦，嗰個排位方面，咁啊第1回合譬如你贏咗啦，咁啊第1咁啊變咗第2個回合要排翻後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侯夫，如果你話攞咗25分，咁除非咧就伊雲梅拿壞車或者第2回合跑唔到。咁啊，先係侯夫有機會咧就搏上嚟嘅喎。係，同埋今次嗰個排位賽都有啲複雜嘅，因為佢其實咧所有排位咧都係喺呢個排位賽決定嘅。佢係將第1階段排位賽咧你要倒轉10名，就唔係將比賽倒轉10名，因為以往就喺比賽嚟到倒轉嘅，而家就將呢個排位賽倒轉，咁變咗就考技術啦。啲車手咧，如果我揸太快攞第1嘅話咧，咁我意味着我喺第2回合要排第10嘅咯喎。咁變咗啲車手咧變咗咧，譬如雪佛蘭咧，佢未必要搏盡㗎，佢可能咧攞翻個第5、第6左右咁啦，咁倒轉咗咧，咁佢第2回合都可以排翻落去。交前有第5、第6左右啊嘛，咁有時啱啱線有車手咧，我第10位嘅，咁我意味咗第2回合會排第1喎。但係如果你假如臨尾有人破到圈速嘅話咧，跌咗個11咧，咁啊弊啦，2個回合都係排11啦。排第11係啦，咁啊所以變咗車隊咁啊，如果即係戰術上佢要係運用得幾好，要運用得好好先得。咁啊，但係就雪佛蘭車隊咧就已經係可以講話取得咁啊全年嘅總冠軍㗎啦。咁基本上唔需要話擔心。而家係車手方面，咁啊2個車手睇下侯夫同埋伊雲梅拿2個車手咧，咁啊今次響東望洋跑道方面咧，咁啊有冇即係個名次方面改變啊？咁啊鏡頭咧見到嘅就係哥倫尼啊，15號車。因為嚟自荷蘭嘅車手啊，都嚟過澳門比賽好多次㗎啦嚇，3級方程式啊，或者東望洋大賽啊嚇，都曾經參與過㗎啦。咁啊，過往幾年咧，佢喺世界房車錦標賽咧都係咧揸呢個西亞嘅車系，咁今次咧就轉咗去呢個 ROL Motorsport 嘅車隊，就駕駛呢個寶馬嘅320 TC 嘅戰車。咁啊，今次比賽都分咗幾個組別嘅，咁啊，除咗咧正式嘅巡迴賽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叫獨立杯，係俾一啲咧獨立車隊嘅車手去參加㗎。咁今年獨立杯嚟講咧，暫時領先緊咧就係顏士拿車隊嘅丹麥車手寶神啊，咁佢亦都好大呼聲攞到今年嘅總冠軍嘅，而家目前積分上佢佔咗一定優勢㗎。如果協到佢車手咧，就有呢個亦都係駕駛寶馬㗎，就係呢個匈牙利車手米捷利斯。咁啊，至於香港車手歐陽若曦咧，就由於個分數落後就比較遠啲啦，所以基本上佢今年咧就爭唔到呢個獨立杯總冠軍啦。咁期望喺澳門咧都爭翻一個獨立杯嘅分站冠軍，咁啊令到佢希望喺個獨立杯總積分咧可以提升到攞到呢個總亞軍或者總季軍咁嘅。
好啦，鏡頭咧而家仍然咧係捕捉住咧呢個科倫尼嘅呢位荷蘭車手，咁佢咧一路揸住呢架車咧就準備咧向住呢個八極灣嗰邊邁進㗎啦。咁啊，大家都熟悉呢位車手嚟澳門咧，亦都鬥咗好多次啦，包括係呢個世界房車賽啊。咁當然咧，佢以前喺澳門鬥3級方程式嘅時候咧，就係贏過第一回合嘅冠軍。第二回合衝咗出去葡京灣，結果咧就未能夠咧係名留呢個澳門嘅3級方程式嘅史冊上嚇，好可惜嚇！呢位車手係好快嘅，但係記得有一年呢，佢喺呢個賽事裏邊呢，佢係排喺最後邊呢，係追翻上嚟嘅，但係當時呢係以2回合嘅積分夾埋嚟計嘅，咁所以就算佢追翻上第一呢，都仍然係攞唔到3級嘅呢個總冠軍，好可惜嚇！而家就唔係㗎啦，而家呢就係話你第一回合跑得唔好。即係譬如喺聽日嘅選拔賽，你跑得唔好，但係你喺第2個回合星期日嘅決賽裏邊呢，係跑到冠軍，咁就係冠軍啦。唔理你個選拔賽跑第幾，就算你個選拔賽冠軍都冇用㗎啦嚇，因為你喺呢個正式正賽唔得呢，就唔得㗎啦。好，而家睇翻呢度，而家呢就係咩料有咗嗰個時間出嚟，就2分34秒點804，後夫2分35秒點8559嘅。睇到啦，呢個英國嘅後夫一個米字旗喺佢個車頂嗰度，雪佛蘭嗰部車藍色嘅，大家咧分別嘅咧就係想你想認識下國旗知多少咧，就最好睇下個車頂啊！每一個車頂裏邊咧都有佢哋嗰支嘅國旗喺度㗎啦。Taquini， 大家熟悉嘅車手，2分34秒點085啊！見到喺呢個葡京灣上加斯蘭嗰度咧，幾部車喺度噶啦，分別有2部嘅寶馬啦。咦，呢部車慢咗噃，呢部C1慢咗啦，呢部洗埋一邊，係啦。泰基寧啊，咁啊而家見到就暫時啊，咁啊2分34秒，咁啊排緊頭位，咁啊但係相信啊稍後啲其他車手嘅時間會越做越快噶啦。泰基尼都係屬於一個姜越老越辣嘅車手啦。由佢初出道嘅時候係方程式車手，曾經亦都係跑過1級嘅呢個法拉利，亦都係喺意大利攞到全國意大利嘅房車冠軍，亦都攞到英國房車冠軍，兼夾呢亦都走翻嚟呢，就係參加呢個世界房車賽。呢位車手真係南征北戰咧，真係咧已經係全個 WTCC 世界房車賽年紀最大嘅一位車手就係佢啦，泰基尼啊！咁啊呢位泰基尼啦，呢個老頑童咧，真係由後生鬥到咧已經冇晒牙噶啦嚇。咁啊，咦高度都唔錯喎啊！咁啊，而家目前排緊就第5位嘅。高度我哋都真係唔知點解，唔知佢做咗乜唔知點解係咪有啲魔咒？自從贏過澳門2000年贏過澳門3級方程式總冠軍之後呢，跟住連續呢咁多年啊喺澳門東望洋呢，次次都係撞車收場，撞車喎，次次都係一係就係人撞佢，一係呢就佢俾人撞，一係呢就波及撞車嘅意外，冇一次能夠係上到名嘅，好可惜啊！呢位車手啊！咁希望佢今年咧運氣好啲啦，又攞翻啲好啲嘅成績出嚟啦。係啦，真係呢位車手啊，即係對於澳門嘅車迷嚟講又愛又恨，因為澳門車手有好多咧都或者擁護佢嘅，但係咧亦都見到佢呢10年來咧都完全贏過之後完全冇晒成績嚇，次次都撞人啊或者俾人撞咁，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噶啦。OK， 睇翻後夫啊啦，部鏡頭仍然都有捕捉住呢部雪佛蘭嘅後夫啊。咁啊，有排位賽車手咧，想爭入頭10名之餘咧，都留意下速度唔好太快啊！太快嘅話咧，攞第一、第二嘅話咧，唔係好事啊！佢第2回合咧要排喺第9啊、第10起步啊，但係都不能太慢喎，因為你入唔到頭10名咧，咁換句話講，你入唔到第2階段嗰個排位賽咧，咁意味住你2個回合都要排喺10名以後噶啦。係啦，咁啊睇睇7號車嘅高度啊，咁啊佢嘅時間嚟講咧就2分35秒017，咁啊暫時排喺第7，咁時間都唔錯啊，都喺10大嘅車手入邊啊。咁啊，香港車手歐陽若曦都跑得唔錯啊，咁暫時就以呢個2分34秒278排緊咧第3嘅。係啦，雖然佢係乜嘢杯賽佢都攞唔到，
但係正如阿子陽講，希望咧喺即是話澳門東望洋嘅賽道，或者贏翻一個回合啊，甚至乎咧三甲裏邊咧即係兩個回合之中咧，其中有翻一個回合咧係企上頒獎台啊咁樣，佢都係有一個即係嗰個實力喺度嘅，並唔係話完全咧係抹殺佢嗰個能力嘅。歐陽若曦。我見到歐陽若曦同頭先都見到泰基尼亞啲車手先後翻咗埋維修站，都可能架車要再調教下，或者咧再睇一睇個戰術需要點啦。佢哋都要睇住個排位時間㗎，因為咧如果唔係有太多車手突破到時間嘅話咧，可能佢哋都唔會再出去做㗎啦，因為已經夠入頭10名啦。無謂再做得太快嘅話咧，一陣間真係飆咗上第一、第二話，咁飆佢第二話佢要排喺第10或者第9起步啊。咁即係如果你快咗就未必好嘢啊。係啦，中間就最好。但係又唔好跌低過11、2位喎嚇，千祈唔好跌低過11、2位啊！如果唔係咧，又係形勢不妙嘅話，變咗兩個回合都排喺第11、第12起步咧，都係幾吃虧下嘅。因為澳門嘅東望洋賽道咧，畢竟咧都係話超車嗰個機會唔係話咁大嘅嚇，尤其是咧排喺前邊嘅冚唪唥都係好手嚟嘅，未必咁容易咧俾個線位你咧係超前嘅。我想講翻上一站咧，上海天馬山賽道舉行嘅賽事咧，阿侯夫咧就喺第一階段排位賽咧，啱啱先跑到第10，咁攞到排頭位，佢幾開心啊！以為點啊？唔係，因為佢仲難過咧，佢自己真材實料攞個頭位，一要啱啱先校準攞第10喎。係啊，如果你話要做快時間即係攞個頭位咧，可能對於佢冇問題嘅啊，以侯夫同埋車隊嘅實力，可能仲容易㗎。咁啊，但係如果計到佢咁盡，嗰場佢啱好第一階段跑到第10翻嚟。因為爭少少跌咗個11，咁就唔得掂㗎啦嘛。咁啊，鏡頭所見啦，另外一部嘅寶馬20部車，域拿西班牙嘅嚟自。係啦，呢個域拿加西亞嚇，成個名就係叫做，但係咧就係賽會就取佢域拿呢個名，就唔取佢加西亞嗰個名嚇，成個名叫域拿加西亞。我哋都關心下全場唯一一部嘅富豪啊！咁啊，迪根啊，車手就係咁就30號車咁，暫時係排緊咧第12位啊，咪2分35秒55。咁啊，富豪咧其實都闊別咗呢個東望洋賽道好多年㗎啦。咁啊，而啲迪根咧亦都係第一次嚟到呢個東望洋賽道作賽，咁所以咧都需要收集多啲數據同埋攞下經驗先啦。所以變咗見佢喺練習賽咧，佢都跑得比較保守一啲嘅。係啊，富豪最叱咤風雲嘅時候咧，就係喺80年代嘅時候啦嚇。咁鏡頭所見呢，就係蒙迪路啊，咁啊一個葡萄牙車手，咁呢位車手咧都叫名將嚟嘅喎，咁啊因為曾經係玩過呢個F1㗎，仲曾經咧上過頒獎台添嘅，就喺當年啊，就係05年啊美國嗰場啊。不過當然嗰個第3名咧就有少少取巧嘅，因為咧當時因為6架車參加係啦，因為米芝蓮嗰個車胎出咗啲問題，咁所以變咗好多嘅F1 車隊都唔出場，咁只係得快利、Jordan 同埋呢個 Minardi 3隊車隊比賽嘅嗰場比賽。咁結果蒙迪路咧就僅次於舒密加同巴利茲路之後又攞個季軍啦。咁呢位咧就係摩洛哥嘅車手賓拿利啊。咁後嚟呢個普天嘅車隊，咁駕駛到寶馬嘅320天獅戰車就角逐呢個獨立杯嘅比賽嘅。嗱，暫時都見到好多車咧都翻咗埋維修站觀望啦，包括咗咧而家鏡頭畫面都見到咧文尼部車都翻咗維修站啦。甚至乎梅拿部車亦都係翻咗維修站。咁我話替阿哥倫尼有少擔心啊，咁佢依家仲未入到頭10位嘅，因為所以咧要搏時間嗰啲都係而家未入到頭10位嘅車手啦，譬如力查迪根科倫尼或者係域拿啲車手咧，就真係要希望留喺賽道度，希望再做好啲時間啦。現時形勢咧，第一咧就係呢個伊雲梅拿，第2就係泰基尼，咁第3咧就係歐陽若曦，第4就係文路，第5咧就係呢個顏士拿，第6咧就係侯夫，第7就係高道，第8咧就係寶神，第9咧賓拿利，第10咧就係呢個蒙地路嘅。好啦，畫面所見就係呢個富豪嘅 C30嘅戰車，由呢個瑞典車手迪根駕駛㗎。咁呢位車手咧，咁喺瑞典房車賽咧都有好好成績，曾經攞總冠軍。咁今年咧就加入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作賽嘅。咁好多朋友都關心呢個富豪嘅 C30究竟咧出年會唔會繼續參加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同埋會唔會擴大呢個陣容呢？咁暫時咧，我都問過我哋車隊，而家其實佢哋今年呢就以一個試驗性質，希望去發展呢一架嘅 C30嘅戰車。
咁啊希望呢就收集多啲數據去評估究竟呢2012年以咩姿態出現喺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嘅。咁當然啦，佢都希望繼續去參與，甚至乎呢可能擴大陣容，可能派2架車出賽。但係目前呢都仲喺研究當中。我諗完咗呢場比賽之後呢，可能佢哋會有進一步結論㗎啦。係啦，咁我哋都期待啊，因為都希望啦，咁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可以有更加多嘅車廠去參與嘅。咁由於啦，都好可惜啦，咁啊寶馬車隊啊已經係退出咗㗎啦，廠隊咁啊，我哋見到嘅咧都係一啲嘅私人車隊嘅寶馬嚟嘅啫。嗱，一見到咧之前啊做到圈速跑頭10名嘅車手咧，大部分已經翻咗去維修站啊，觀望緊睇下其他有冇對手咧去威脅到佢時間。假如有嘅話咧，有乜風吹草動咧，佢哋即刻就會出嚟又再做時間㗎啦。因為冇必要，佢都唔想再做快啲㗎啦。所以暫時嚟講咧，排第10位蒙地魯咧，佢將會喺第2回合排頭位嘅。如果冇變嘅話，即係而家暫時就未摁腳住嚇，咁啊，因為是但一個車手。嗱，啱啱先跌咗落去啦，因為米捷利斯咧呢個匈牙利車手啊，就呢部橙黑色嘅寶馬咧，就啱先做咗個時間，就上咗第4位㗎。咁咧，蒙地魯就要出嚟搏啦，係啦，搏翻個時間上去。賓拿利都有啲危險㗎。因為你見到阿哥倫尼其實都係未上頭10名㗎，所以排賽會幾有趣。如果唔特別解釋嘅話咧，觀眾好奇怪，咦點解啲車翻晒去都唔搏嘅？係啦，平時排位賽爭分奪秒要爭時間㗎嘛。因為而家仲有成13秒啊，咁啊其實啲其他車手啊或者車隊啦，仲可以即係出嚟搏幾個圈係嘛？咁啊，因為睇定觀望下，咁啊而家嗰個排位方面嘅變化先。所以一見到咧賽道上咧跑嘅車輛唔係好多㗎咋。唔係原本頭先啱啱話已經蒙地魯着數啊，而家就追唔着數係佢啊，咁啊排緊第11位，所以佢一定要出嚟。如果唔係咧，佢咧入唔到第2階段之餘，佢其實2個回合都會排10名以外啦，10名以外就最蝕低呢個位啦。所以排第10同排第11差好遠嘅。咁啊時間仲有13分鐘。因為你排到第9、第10咧，你喺第2回合排1、2之餘咧，你入到第2階段排位賽，仲有機會去爭翻呢個首回合嘅排頭10名嘅資格噶嘛。咁啊，其實而家排緊第5位啊，文尼嗰啲啊都其實好着數啊。咁啊，侯夫啊，而家排緊呢就第8位。咁剛才咧呢個富豪車隊嘅迪根咧揸到個唔錯嘅時間啦。咁啊2分34秒567就上咗第5位㗎。哇！睇睇哥倫尼啦，翻到嚟係咩時間呢？哥倫尼嘅時間都唔錯啊，2分34秒171啊，就上咗第3位㗎。咁所以而家變咗第10名都係高度嚟㗎喎。高度係啊。咁但係仲有成12分鐘啦，我估計嗰個排位方面嘅變動都仲會有喐緊㗎嚇。係啦，咁即係瞬息萬變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睇住嗰個自己嗰個位置，會唔會影響咗佢嗰個排位嗰個名次就最緊要㗎啦。出賽嗰個名次，咁睇睇啦。咁譬如你好似你而家侯夫第9位咧，都係掹掹緊若果佢再蹬落一位嘅話咧，佢又係咧都係要諗計，又要走翻上去啦，蒙迪路係啦。果然出嚟要搏啦，佢要。係啦。咁呢一場比賽咧，總共有5位澳門車手參加。咁現時佢哋名次咧，咁啊當然咧就高度就最好啦，排第10位啦。咁其他嚟講咧，馬成係暫時排喺第19位㗎。咁啊蘇沙排喺第21，咁啊麥嘉樂就排喺第22，咁啊郭耀強咧排喺第24嘅。咁啊至於咧香港車手咧，盧家俊咧駕駛一部標致308咧，就唔見佢有出嚟參與呢個排位賽喎，可能個車係出咗啲問題啦嗱，見到雪佛蘭車隊幾部嘅熱門戰車都喺晒維修站度觀望緊，可能高度都要出嚟㗎啦。要啊！而家俾人壓佢就排到11位㗎啦。因為蒙迪路都要出翻嚟啊，咪要去即係搏翻啲時間。冇錯，其實侯夫都應該要出㗎。侯夫而家只係喺第9位嘅啫。係啊，見到高度其實出咗嚟㗎啦。咁其實秒標都幫佢計緊時㗎。因為照呢個名次係當然好啦，排第1位啊，但係問題唔會咁穩陣，就10分鐘隨時會有人拉佢落嚟㗎嘛。咁啊，見到其實11、12、13位咧，呢3位嘅寶神啦、賓拿利啦同埋呢個蒙地路咧，都有機會可以搶入呢個頭10名㗎。佢哋絕對有實力上嚟㗎。大家都好關注嗰個圈速，究竟自己係排到第幾位？嗰個車隊咧亦都係好緊張啦因為侯夫都要出嚟搏一搏㗎啦。我諗，因為點解佢第9位咧唔係話咁
咁穩陣啊，分分鐘咧有一兩個車手超前咧，佢又去到11位嘅啦。咁所以侯夫出嚟搏一搏咧，希望搏到6、7位以上咧，咁佢就都係算係安枕無憂守住呢個嗰個名次啊，去做呢個成績嘅。好啦，咁高度啊翻到嚟咯，咁睇下佢咩時間先啊！係啦，萬士拿就喺第9位，咁啊侯夫就跌到去第10啦。咁啊高度咧仲快咗添，係啦，第2快嘅時間啊，做到2分33秒954啊，就可能仲快咗啊！做快咗真係。咁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嘅排位賽嗰個賽制咧，咁啊其實即係睇落去，即係令到啲觀眾咧就有少少覺得即係個競爭就唔係咁劇烈。係啦，係嘛？有少少遊戲咁嘛。係啦，即係車隊嘅戰術係玩戰術。咁啊，侯夫真係已經跌咗落第11位啦。所以其實以為梅拿已經唔使出嚟㗎啦，已經企喺第1位。企咗第1位啦，已經做咗咁快時間。因為其他車手冇必要都唔想快過佢個時間㗎。哇！蒙地路亦都做咗個新嘅時間啦，咁啊上到去第7位，咁啊時間係2分34秒320嘅。而家變咗咧，侯夫啊跌咗落12咯喎，而呢個文路喺第10喎，所以應該咧呢兩位車實會出嚟再跑啊。咁啊，仲有啦，我哋都好熟悉蘭士拿跌咗落第11位啦。哥倫尼嘅車亦都翻咗埋 pit 嗰度，亦都一方面啦就檢查下車，二方面都檢查，都睇一睇有冇需要再出嚟搏啦。因為哥倫尼暫時係企喺第5位嘅一個比較喺頭10名嗰個中游位置啊。咁啊，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穩陣嘅位置嚟啊。因為最理想咧就多1、2個車手快過佢咧，佢跌到落第7、第8嘅話咧，咁啊最好係啦。但太多人快過佢又唔得喎。佢畫面所影住咧就係一位嚟自西班牙嘅車手啊，就係呢個奧拿。咁其實呢位車手只係16歲，又好後生嘅咋。咁佢亦都埋 pit 啊，亦都唔做時間住啦。咁奧拿只係暫時排喺第15位㗎，最快圈速就2分35秒911嘅。好啦，我哋見到啦，侯夫已經出咗去做時間啦，侯夫啊！因為大勢不妙啦，去到12位侯夫，所以幾寨都要嗱而家暖啦，省下個胎先，省下個胎，咁啊跟住咧令到個胎嗰個溫度同嗰個跑道嗰個溫度咧就係形成一體，咁啊變咗咧就嗰個貼地性能好啲之下咧就會做好啲嘅時間。都要出嚟搏㗎啦，冇辦法。晏斯拿、侯夫呢啲都出嚟搏㗎啦，寶神呢啲冚唪唥都要出嚟搏㗎啦，睇睇啦。咦，歐陽若曦都出咯喎。梗係啦，因為佢都唔係話因為佢而家其實就喺第6位。不過而家最後嗰2圈先係最關鍵啦，有啲車手嘅時間基本可以做快啲。因為真係唔知快好定唔快好嘅啫。咁啊而家咪睇到其他對手差唔多定晒嘅時候先出嚟搏啦。呢個嘅排位嘅一個規定咧，會唔會就真係試下啲車手咧能唔能夠可以收放自如啊？都考驗到佢哋呢個技術。就鬆腳油先啦，要知道自己太快嘅話。係啦。咁啊，蒙地路暫時就排呢個第7位㗎。咁如果倒轉排位嚟講咧，如果第7咧，咁啊將會咧喺第2回合可以排到第4嘅。因為以往咧世界紡織錦標賽咧就喺比賽裏面咧，第1回合跑頭8名車手咧會倒轉，而家就唔係啦，就喺首先排位賽已經倒轉咗先啦。咁已經定晒2個回合嘅排位。咁啊，其實好處就杜絕咗啲車隊咧，佢可能會喺正式比賽裏邊咧喺度咧。為咗要第8名啊，就喺度互相禮讓啦，即係譬如第6個車係啦放水嘅，即係叫做我哋俗語話齋叫做放水，本來係可以超前嘅，佢慢啲，由得對方超前，就攞翻住個第8先喺第1回合，第2個回合咧就攞住個第1位咧就走去贏車。侯夫我哋見到嘅侯夫不斷喺度做時間㗎啦，就希望做一個中游嘅時間，睇睇啦。
計時器咧都同侯夫同埋顏士拿計緊時㗎。咁啊，伊雲梅拿都出咗嚟喎。係啦，伊雲梅拿可能覺得佢呢個圈速都未穩陣嘅，即係可能佢哋有經驗，覺得有好多對手有機會都可能過到佢呢個時間嘅。哎呀，咦，文路嘅車出咗問題喎，爆胎喎。佢而家排緊第11位啊！哎呀，咁就弊啦。係啊，嗱，即可能佢會直接影響侯夫啊！侯夫而家準備上嚟上路啊，係嘛？而家侯夫喺下邊落咗去嘅。睇而家侯夫做嘅時間點啦。侯夫第6上咗第6，萬事第8。最好時間啊，侯夫而家。文路啊慘啦，文路因為爆咗胎嘅情況底下咧，根本上咧就係做唔到時間㗎啦，應該喺呢個第13位起步，咁啊即係蝕底晒啦。俗語話齋，好似人哋打麻雀咁蝕晒張啦。蝕得好緊要啊！而家佢而家翻到埋嚟換埋，咁都未必做，即係可以出翻嚟。趕唔趕得切咧？都4分鐘。已經趕唔切啦，已經係咪爆咗胎啊？應該難啲啦。嗱呢啲真係你計足晒數，點都知發生啲咁嘅意外啦。係啦，俗語話齋，人算不如天算啦。嗱，睇下佢捱唔捱到翻嚟啦。嗱，你話如果以佢自己本身實力做翻上去10年之內用乜嘢啊？係嘛？咁啊，但係而家真係想做都冇得做。但係佢爆咗胎之餘咧，文路要好小心揸翻去，因為如果咧太粗暴嘅話咧，隨時咧搞到個車軸都受損毀嘅話咧，仲加冇得整。侯夫就上翻安全位啦，排緊第6位。咦？就因為意外而爆胎嘅咧，睇翻先啦。文路啊，喺呢度啊，就想哎呀，撞到埋炒落啲慢車嗰度啊！係啦，呢個高度嚟嗰架係。唔係咁黑啊！高度又唔緊要，因為佢已經做咗個時間咧，佢喺第2位嘅，佢會入到第2節嘅。唔係都黑㗎啦，無端端後面俾人撞嘅嘢。佢而家響第2位。咁啊，見到11、12、13嘅分別就係米哲利斯啦、迪根啦，以及呢個文奴嘅。咁啊，文奴應該就真係我哋都關心嘅，究竟佢可唔可以趕得切繼續出嚟？都好難啊！係啦，得2分半鐘啦，當佢而家，但係咧，我哋暫時咧都，好似捱啦，捱到翻嚟睇下啦，睇下一陣間換胎嘅時間啦，已經翻咗去修理站㗎啦，睇下換胎嘅時間。若果你係好似 Formula One 咁樣幾十秒就已經換完呢個胎啊，10零20秒換完一個胎出翻去咧，仍然有機會搏。但都未必得啦，因為而家時間咧剩翻2分29秒左右嘅啫。咁其實咧咁跑一個熱身圈都要2分。嗱，啲工作人員先檢查咗發生咩事先嘅，跟住先同佢做㗎。咁所以咧就幾乎係冇可能㗎啦，已經。同埋可能佢有碰撞過嚟，又唔係純粹爆胎嘅，分鐘可能有啲車軸啊、懸掛桶攣咗嘅話咧，基本上唔可能喺咁短時間修復到啦。好啦，咁啊鏡頭咧就睇翻呢一部嘅富豪啊 C30嘅賽車，由呢個迪根駕駛嘅，咁佢依家都喺度力爭緊啦，希望可以入到第2節嘅排位賽嘅。不過話時話咧，就你話文奴咧，咁啊響 WCC 今屆嘅車手積分榜度，佢目前而家咧就排喺第3位，基本上冇對手可以威脅佢㗎啦，佢亦都冇能力咧就佢其實都係可以搏上去，即係同侯夫啊或者伊雲梅拿咁啊，但係即係佢嘅第3咧，其實已經好穩陣。咁啊，要嗰2個車手都有意外個2區2。哇！迪根啊，做咗個圈速係排第1嘅呢個富豪 C30啊，2分32秒881。哇！真係10分快啊！咁雖然有一啲對手係有未盡全力之嫌，歐陽都要做到至得㗎。歐陽若 A 咧，亦都喺第2咯喎，哇！犀利。咁壓力又落翻喺蒙地路身上咯喎，咁佢又跌翻落去第11嚇。咁啊，依家排第10位嘅咧就係呢個顏士拿。係啊，蒙地佬啊，呢個圈翻嚟應該都會可以上翻頭10位嘅，分分益咗侯夫，而家侯夫第8位。咁啊，其他車手搏一搏，咁啊侯夫可能響第10位唔出奇。咁啊，時間剩翻唔夠1分鐘啊！呢個文路已經走埋去啊，高度嗰度睇，似乎對啲頭飾意外都有啲不滿㗎嘛。蒙地路，睇下翻過嚟係乜嘢嘅時間啦。即係高度就試到已經係嗰個圈係收咗車㗎啦。咁啊，但係問題就本來喺左線有件線位，但係左手邊亦都有架慢車喺度。
好啦，蒙地路呢一個圈咧開始做時間㗎啦，佢要如果唔係咧，就兩個回合都排唔到頭10名㗎啦。嗱，目前嚟講咧，咁啊第一就迪根啦，第二啊歐陽若曦，第三咧就係伊雲梅拿，第4就高度，第5就係賓拿利，第6啊泰基尼，第7就哥倫尼，第8咧就係侯夫，第9咧就係力查亞，第10咧就顏士拿。咁要以呢個名次唔變嘅話咧，咁咧顏士拿將會係第2回合嘅排頭位車手啊。但係而家咧問題咧就睇一間跑道嗰度啦嚇。嗱，而家侯夫咧仲係出去睇睇啦，佢希望穩陣啲，又再升翻上前少少嚇，又唔好升到太前喎，太前又唔着數嘅喎。第2回合嘅時候睇睇啦，而家佢唔要添啊，呢個回合佢唔要咯喎，呢個時間。哦，侯夫已經覺得好穩陣啦，唔會有超過2位對手快過佢啊。順嘅。高手林立啊！呢一場賽事呢，都係喺呢個世界房車賽。世界房車賽呢，大家或者可以重溫一下歷史啦。第一屆呢，就係呢個英國嘅派奧贏，第二屆亦都係佢揸寶馬贏，第三屆亦都係佢贏嘅。不過嗰屆佢贏得好僥倖啦，因為伊雲梅拿呢，就係本來領前嘅喺澳門站，一路都領前。咁但係因為第1回合咧就喺松山，贏咗之後第2回合喺松山嗰度咧就係發生意外，咁啊變咗咧就雙手咧就拱手將嗰個總冠軍就讓咗俾呢個派奧，派奧都喜出望外，以為今次會輸噶啦。咁啊3連冠嘅派奧之後咧，第4年咧亦都係俾伊雲梅拿贏翻啦。伊雲梅拿喺呢個西亞車隊嗰度。咁啊第5年咧就係09年嘅時候咧就係泰基尼咧為呢個4-1車隊咧係贏咗呢個自己嘅隊友咧，伊雲梅拿嘅就攞到呢個總冠軍。咁啊，到咗舊年呢，伊雲梅拿咧就由呢個4-1車隊咧就跳槽咧去翻呢個雪佛蘭，一擊即中嚇，即刻又攞咗呢個第2次嘅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咁到咗今年呢，如果佢再贏嘅話咧，佢可以同呢個派奧睇齊啦。派奧咧就連續3屆，咁佢如果今年喺澳門咧係加冕成為呢個世界房車冠軍咧，佢亦都攞3屆，不過佢就唔係直落攞3屆，佢係隔咗1年。咁啊呢個咧就係呢個就係第7年啦，喺澳門舉行嘅呢個世界房車賽嘅呢一個嘅因為澳門咧始終都係壓軸站同埋加冕嗰個站啊，有好多站咧，有好多年都係鬥到澳門先至係定出呢個冠亞季軍嘅，咁所以就係話咧就係今年係第7年嘅啦。OK， 而家見到侯夫啦，出嚟做時間，佢10大有名嘅，榜上有名。咁當然伊雲梅拿亦都有啦嚇，咁啊係Manuel咧就冇份嚇。好，睇睇侯夫啦。咁啊第2節試車咧就會有15分鐘嘅時間嘅，咁啊俾佢哋今次真係可以鬥真實力啦，可以出盡全力咧去爭取呢個快時間。咁呢一節嘅排位嘅名次咧就會決定到啦第1回合嘅排位嘅名次㗎。冇錯啦，第2回合咧就根據剛才啦，剛才啱啱做出嚟嘅時間啊，賓拿利嗰架車，寶馬 BMW。侯夫慢慢走先呢個圈睇佢咧，嗰個速度咧都係暫時咧未去盡嘅。雖然賽道咧就係冇乜車，但係佢第1個回合都第一啱啱出嚟咧，唔需要咁急。等到咧係或者再翻到嚟呢個衝線點嗰度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加速去啦。睇睇啦，好多人都關心嗱，佢話你睇下，好緊張嘅，我都知道呢個世界房車賽係好緊張嘅嚇。我頭先嗰位就係西班牙車手域拿咁其實佢咧亦都同一個方程式嘅 HRT 車隊咧就牽上咗一啲傳聞㗎，因為佢都係爭取緊係有機會去參加呢個一級方程式嘅測試嘅。咁假如佢資金夠咧，亦都有所表現嘅話咧，佢都有少少機會㗎。另外一位就係沙方程式啦，保達斯咧都有機會啦。威廉士車隊方面嘅呢個就係啦，域拿就 HRT 車隊。不過域拿咧今次第一次嚟到澳門咧，咁啊睇翻佢喺練習同排位賽嘅成績就唔係話太理想啦。最年輕嘅車手啊，咁啊域拿。咁啊除域拿之外，仲有一個奧拿都好後生啦嚇。奧拿就去16歲添嘅啫。就係呢位啦，即刻影俾我哋睇嘅就係奧拿。
咁佢哋都係嚟自西班牙喎，即係可想而知，其實西班牙嗰個賽車事業咧都好多新秀湧現啊！你講得啱啊！你淨係睇電單車就知啊，你淨係睇 MotoGP 咧，一年安排得3場以上嘅，真係好驚人嘅。後夫嗱，而家佢做緊時間啦，不斷做緊時間。咁當然咧，呢10位嘅車手都係做緊時間。不過而家咧就見到咧嗰個一路咧就為佢啊打住，咦後夫一路衝住去。呢次真係要搏㗎啦，因為咧呢個係關乎到第一回嘅排頭位㗎。賓拿利都出嚟啦，賓拿利有少少爆冷啊，到頭10名啊，因為摩洛哥嘅車手，咁啊佢係都角逐到獨立杯㗎。咁啊，如果可以攞到一個好嘅名次咧，咁對於佢角逐咧獨立杯都相當之有優勢啊！嗱，現時咧入咗頭10名嘅車手裏面咧，其中4位咧都角逐獨立杯嘅車手㗎，包括有我哋好熟悉嘅香港車手啦，歐陽若曦啦，另外都有顏士拿啦、力查亞啦，同埋啱啱先提及嗰位賓拿利啦。咁啊，排位賽時間仲有10分零鐘。咁或者得10架車，其實都有啊，即係道路都暢通啊，大把機會俾佢哋去做啊。不過高度架車頭先咧就俾阿文尼撞一撞，唔知有冇影響？咁啊，暫時好似都未見佢出嚟跑道喎。其實出咗嚟，高度出咗嚟，只不過我哋話未捕捉到佢啊，陣間留意下得高度做出嚟嘅時間係點樣啦。咁而家咧亦都係咧幫呢個咧後夫計緊時間，咦發生咗啲意外喎，紅旗添啊，應該係個富豪嚟嘅，似係個富豪啦，係啦，應該會咧迪根啊，係冇錯啊，冇錯啦，咁啊我哋認到件衫啊，係啦，冇錯啦，30部車，佢可能係咪真係搏得準呢？佢因為佢係頭先佢第2回合咧，佢會排頭位出賽啦，咁變咗佢咧真係開心過頭啊！呢位車手，其實唔係佢頭先雖然第一就第2回合佢排第10個調轉咗㗎，係啦。咁而家佢發生意外做唔到時間咧，意味著佢其實應該有2個回合都排第10嘅。所以話即係最快時間嗰個就最蝕底啊！而家咁啊紅旗啊對於頭先做緊時間嘅後夫就好可惜啦。係啦。咁啊，見到嚇富豪車隊嘅工作人員都有翻查緊一啲嘅數據。咁似富豪就委派咗一隊嚟自瑞典嘅 Polestar 車隊嚟到幫佢哋去溫呢架 C30嘅戰車啊。咁啊，如果我哋要繼續睇個表現呢，就要等星期日啦，正式比賽嘅時候。嗱，高度嘅車翻到嚟啦，即係高度嘅車影響唔大啊。哇！可能係有啲火啊，就變咗係咪噴熄佢咧？後夫都翻咗嚟啦，後夫話：嘿，阻住個地球轉。哇！排位賽變咗要暫停啦，咁啊，再重開其實得翻10分鐘嘅時間啊，喂，時間短咗咯喎。係啊，咁啊，即係基本上啊，即時落到氣喐噶啦。因為呢10部車咧，咁入得嚟到第2節嘅排位賽咧，證明佢嘅實力都好接近啊。咁啊，對於富豪車隊咧就比較失望啲啦。哇！咁見到呢度都好大煙喎。咁啊，希望就唔係話太過嚴重嘅損壞啦，因為都希望啦可以喺正式比賽嘅時候見到呢一部嘅富豪出戰㗎。而呢度係落碧瑤灣喎。係啊，今朝着火嗰度就前少少，係啦，都係近住嗰個位置㗎啦。不過呢一次行到咧，就見到車手好快就已經落咗車啦。暫時我哋呢個位置，因為個鏡頭影埋去都唔清楚架車個損毀情況係點啊！咁啊，迪根退出咗之後咧，換句話講啦，一陣間第2節排位賽即係剩翻9架車去競逐呢個首回合嘅排頭位啊！有9部車，
咁啊，分別有呢個侯夫啦、伊雲梅拿啦、歐陽若曦、顏士拿、哥倫尼、泰基尼、高道、力查亞係啦，同埋呢個金拿利利。咁啊，佢哋咧正重新開始咧排位賽嘅時候咧，就將會有呢個10分鐘嘅時間嘅。哎，有翻慢鏡喎！哎呀，佢完全都收唔到車啊！哎呀，真係有着火係啊！懟埋唔怪之支咁大煙啊！你睇下，哇一撞就真係野火油物嚟嘅喎！原來呢部富豪係一撞嘣一聲，可能真係嚇佢撞到嗰個油缸方面嗰個位置都未定啦，所以咁快脆就大火。咧係稍為咧係睇高一線，好啦出去啦。咁啊，伊雲梅拿嘅勢係好啊，咁啊，因為響嗰個港車錦標賽咧，咁啊頭幾個回合啊，其實就侯夫啊領先緊嘅。係啊，一路去到第7、8個回合，侯夫都仲係喺積分榜係咬住佢，仲係佔先嘅。咁啊，點不知咧第9、第10、11連續3個回合咧，就係侯夫咧嗰個成績有所滑落啦。伊雲梅拿攞冠軍嘅時候咧，佢只能夠攞第3啊，或者第2，始終都攞唔到冠軍咁啊。此消彼長嘅情況底下咧，就俾佢追過咗嗰個分數。好，而家出去啦，伊雲梅拿、侯夫啊，兩個都係隊友嚟㗎啦啊！咁啊，啲車手啦，亦都係啊，咁啊重新出翻跑道㗎啦，咁啊睇下第二個圈嘅時間就開始會係做快圈速㗎啦。我以為梅拿由於第一階段嘅排位賽咧，佢又攞第3塊圈速咁，變咗佢喺今次嘅第2回合咧，佢要排到第8起步啊。係啊。咁啊起步就有啲不利啦，咁所以佢更加需要咧喺呢一次嘅第2階段排位賽裏面咧，爭翻個有利嘅位置，希望喺第1回合咧就排翻個前嘅位置咧嚟到補翻咧佢第2回合嘅損失啦。伊雲梅拿。近呢幾年咧，大家都熟悉佢個名字啦，啊！咁其實佢喺80年代嘅時候咧，就嚟過一次，就係鬥呢個 Formula B 嘅。咁但係當時咧就鬥唔到咩名次出嚟。咁啊隔咗成10多20年後咧，佢係再重返呢一個澳門嘅東望洋賽道咧，就係參加呢一個世界房車賽。啊！不過佢有一項嘅咧，亦都係好難能可貴，其他車手做唔到佢做到嘅一個嘅 record，就係喺雪地咧，佢都能夠係參加呢個雪地嘅賽事裏邊咧，係攞冠軍嘅嚇。你唔同話喺呢啲咁嘅咁好嘅，即係話嘅賽道啊，甚至街道賽啊，甚至世界呢個歐洲各地嘅賽事，甚至佢喺呢個法國嘅嗰啲咁嘅雪地賽咧，佢都係咧攞到呢個冠軍嘅。呢樣咧就唔係話其他車手可以做得到啦嚇。你就算你話叫世界冠軍華迪爾走去雪地賽下啦，佢都未必攞得到冠軍嘅。呢啲係日積月累，佢有呢個咁嘅經驗。好啦，睇睇啲車咧，陸陸續續咧就係翻到嚟㗎啦啊！咁啊，即係話第一個圈咧熱身圈，當佢係熱身圈啦 warm up 啊，將個輪胎 warm up 佢先。第2個圈咧開始咧係啦，冇錯啦，省下條胎先。咁啊，第2個圈、第3個圈咧，大家不妨要留意一下啦。呢啲車手咧已經係開始啦，準備就緒。啊，尤其是咧喺呢個賽道東望洋賽道咧，而家個環境底下咧，只係得即係唔計自己嗰架啊，只係得8架車喺度嘅啫。咁所以咧，你話做快圈速咧，個個都有機會做啊，因為大家嗰個距離已經掹開咗啦，冇錯。伊雲梅拿高度都未出去係嘛？嗰度架車都仲響嗰個係啊，似乎佢未出啊。收站。慢慢嚟，俾有11分鐘啊，有18分鐘俾佢出嚟搏嘅。就算係最後嗰6分鐘啊、6、7分鐘咁，佢都仲有2個圈搏下。咁啊，伊雲梅拿咁話睇佢戰績到威取啦，就2屆世界房車錦標賽冠軍啦，而家暫時爭取緊第3屆。不過有樣嘢就係咧，伊雲梅拿咧喺澳門站咧，就雖然佢都跑得好好成績，但係咧就從來未攞過任何一個回合嘅冠軍㗎。係啦。我相反佢隊友侯夫同文路就贏過好多次啦，喺澳門嚟講。
我其中咧佢最大對手侯夫係贏過3次㗎。係啦，睇入呢個彎點啦，頭先就呢度有意外啊。咁啊，佢可唔可以打破宿命咧？都好睇呢一節嘅排位賽喎。係啊，因為佢咧之前一節排位賽咧即係唔關佢嘅事嘅，即係因為個制度問題啊，即係制度即係嗰個規則原因。咁啊結果咧，因為佢輸得就比較快一啲，最快時間係啊，所以變咗咧佢喺第二項要排第8嘅，所以嗰個就比較困難一啲啦。咁所以呢個排位就應該要把握啲時間啦啊！希望第一回合可以排翻好嘅位置。咁啊，希望都可以攞到一個快嘅時間啦。咁啊，因為排得前嚟講咧，咁其實我哋睇咗咁多年嘅房車錦標賽、東望洋賽道咧，都係啦。咁排位係好重要、好重要㗎。嗱，其實呢個排位賽咧，如果以今年嘅綜合咁多場嘅成績啦，同埋睇呢個排面咧，就其實真係伊雲梅拿同侯夫之爭嘅啫。原本仲有個人可以爭嘅就係佢哋另一位隊友文路，可能文路已經入唔到呢一次嘅排位賽啦。咁所以基本上真係差唔多，如果正常嚟講啊，應該佢哋兩位車手單打獨鬥㗎啦。咁侯夫喺第二回合嘅排位咧就比較有利啊，會排喺第3起跑咁，所以咧第一回合睇下伊雲梅拿睇下佢收復失地啦，2分32秒027，咁啊侯夫都翻嚟啦，就更加快啲添啊，2分31秒868㗎。呢個咪真係比球星嘅時間快喎。當然啦，而家真係打真軍㗎。咁啊，後邊亦都有歐陽若曦。歐陽若曦就2分34秒067，暫時排第3位。咁啊，泰基尼就2分34秒137。好啦，賓拿利而家都出動啦。侯夫而家暫時嘅時間最快。好啦，高度同力查都出啦。兩部嘅西亞。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咁啊，挑戰嗰兩部嘅雪佛蘭啊。機會就唔係咁大。如果睇下最近嘅戰績啊，因為始終雪佛蘭係一隊廠隊嘅 backup 啊。係啊，你即係無論個投入個 budget 啊、資金啊、人手啊，都比較充裕㗎。係啦，哥倫尼都而家先出咗喎。係啦，哥倫尼呢部寶馬，等你試咗第一個圈先，冇事我哋先出嚟試。咁侯夫嘅時間第一圈咧就比咧就梅拿咧就快啊！咁啊，其實侯夫對於東望洋賽道有心得㗎啦。除咗頭先我提過佢贏過3次嘅聯合冠軍之外咧，咁其實喺09年同埋10年嘅賽事咧，佢都係奪得排頭位資格㗎，即係 pole position 啦，都係哇咁啊，連續3年攞到 pole 啦。其實即係我覺得伊雲梅拿咧就響東望洋跑道咧呢兩回合咧咁啊最緊要啊咁啊保持住啊佢哋名次先。如果你壞車的話咧咁啊俾侯夫啊咁啊響呢個東望洋跑道咁啊全取嗰50分你就麻煩啦係嘛？係啊，因為而家你爭20分啫嘛，冇錯。所以我係擔心伊雲梅拿係一場都麻煩，一場都25分咯。係啦，咁你最緊要就係你而家保持住話233或者後邊嘅名次有分數嘅名次咧，就你仲有機會。咁你如果侯夫贏到咁啊，而你壞車啊，第二個跑唔到啊，咁啊你就麻煩啊。所以就侯夫都仲係有機會嘅。係啊，嗱，但係咁樣話又分兩頭。伊雲梅拿個機會存在咧，就係邊度咧？你侯夫攞25分，若果我攞第2名18分，咁啊已經咧，即是話咧，伊雲梅拿咧已經係攞住嗰個冠軍，係啦，冇項啦，係啦，因為佢已經咧有成38分，你只係攞多25分，你仍然輸緊成20幾分咧。即係最緊要就係伊雲梅拿第一回合啊，第一回合個名次係好緊要嘅。係啦，伊雲梅拿咧第一名即係話第一個回合咧就係攞1-2分嘅啫，咁而你侯夫咧就攞翻20幾分咧，啊咁就唔同啦。所以你一定要穩陣咯，第一回合。伊雲梅拿係嘛？但係如果冇搏到咁盡啊，大佬。係啦，但係如果你話伊雲梅拿咧有你冇你都係前3甲嘅第一回合，咁就係啦，咁啊變咗咧就係已經提前。唔使諗咁多嘢啦嚇。係啦，所以話咧真係嗰個機會率嚟講，大家都有嚇。伊雲梅拿咧就稍為係稱先少少。好，睇睇啦，顏士拿，大家亦都熟悉佢噶啦。由佢喺即係話未改呢個澳門嘅賽制，即係未係世界房車賽嘅時候咧，叫做東望洋賽嘅時候咧，顏士拿咧亦都係已經喺度係角逐嘅啊！咁啊當時，唔係而家見到侯夫啊，係咪翻嚟㗎啦？係啦，翻咗。因為梅拿都翻晒嚟㗎啦。
咪做咗自己嘅快時間，心目中嘅快時間之後咧，就翻嚟係啦，睇下嗱高度你哋啦到睇下你哋點啦。係啦，高度歐陽若曦呢啲仲喺度啦，同埋力齊亞呢啲仲喺度咧，係喺度做緊時間。咁啊，高度咧，大家都知道佢啦，我都不斷提佢。自從咧就係2000年攞過呢個3級方程式冠軍之後咧，一路近呢9年10年咧，從未喺東望洋裏邊咧係走入前3甲嘅，成日咧都係中途咧就係唔係撞車咧就壞車就退出㗎。不論揸咩型號，Alpha 又好啦，CS 又好啦，咁都係咧見到佢係落敗嘅。咁睇下今年咧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啦，咁呢條路佢就熟啦，即係天時佢就有啦，天時地利咁亦都有好多 fans 捧佢場嘅，天時地利人和佢都有噶啦。咁嘅情況底下，睇下可唔可以咧係走得比較係績效啊，個名次會好少少。高度因為佢個車嚟講咧，佢個技術嚟講咧，就係喺澳門嘅車手之中咧，佢都係算係數一數二噶啦佢都係算係好咧，起碼佢都攞過呢一項嘅最高嘅時齡3級方程式冠軍，有理冇理。咁睇下點樣啦，高度計緊時，呢個咧科倫尼亦都計緊時，呢個力齊亞亦都計緊時，呢個力齊亞就係呢個獨立杯嘅，係爭呢個角逐呢個獨立杯嘅車手嚟㗎啦。3架車都係喺度計緊時。咁歐陽若曦咧暫時係排第3位。泰基尼係第4，晏士拿就第5。睇下呢啦，睇下佢哋翻嚟之後呢，嗰個名次有冇變動啊？時間就唔係話咁快啊，個高度。係啦，但係呢，佢嘅勝在呢係熟路嘅，呢個無可否認啦。喺澳門東望洋鬥咗10幾年啦，包括3級方程式呢，佢唔係話第1年去鬥呢就贏嘅。佢都鬥咗好幾年咧，3、2年咧佢先贏嘅。好，睇睇啦，翻到嚟做嘅時間高度30、31、34，2分34，2分34就快過力齊亞，快唔快得過科倫尼咧？睇睇啦，科倫尼而家仲係做緊。科倫尼排第5啊，科倫尼啊上翻去排到5，高度啊第6，力齊亞第7，晏士拿第8，賓拿利就第9啦。咁啊，剛才撞咗車嘅呢一個嘅富豪嘅車手呢，就始終喺第10。咁啊，呢一節嘅排位呢，雖然話係仲有2分零鐘。但係照我所睇咧，咦？呢度仲有一架喎，呢個係邊架嚟嘅先？咁其實侯夫同埋伊雲梅拿都出咗跑道㗎啦。係啦。咪睇下最後個圈咧，就佢哋做嘅時間點啊。呢個係慢慢走啊！伊雲梅拿、侯夫咁啊，響即係嶺南灣咪洗埋一邊嗰個係咪高度嚟㗎？係啊，係高度嚟㗎。咁啊，伊雲梅拿仍然想爭取更加快嘅時間啊！依家暫時咧咁啊落後緊佢嘅隊友㗎，咁啊暫時咧排緊第2。咁啊，佢隊友亦都係佢嘅首號競爭對手啊，講得話。冇錯啊，其實呢個已經係最後一個圈機會啦，因為時間即係剩翻分零鐘啊。歐陽若曦亦都走出嚟，再做一個希望，再做一個快圈。咁啊，暫時嚟到講咧，頭3位嘅都係雪佛蘭嘅車嚟嘅喎，咁包括呢歐陽若曦。咁係啊，雖然咧文路啊車入唔到呢個最後階段啦，但係雪佛蘭都仍然有機會包辦頭3名嘅排位啊。咁但係而家呢個圈咧就侯夫嘅時間都仲係一段段都快過伊雲梅拿。
咁假設侯夫保持到嘅話咧，真係連續3年攞 pole position 嘅啦，喺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站嘅賽事啊！仍然捕捉住伊雲梅拿。咁啊，暫時喺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嘅總積分入邊呢，咁啊暫時係領先嘅。呢位嘅車手亦都係衛冕總冠軍啊！係啦，冇錯啦。如果佢贏埋咧，佢可以同派奧英國嘅車手派奧咧，大家一樣係攞3屆。咁當然啦，派奧係連續性連攞3屆係冇停過，佢係隔咗1年就俾泰基尼咧就截咗糊有1年嚇。咁啊，泰基尼咧暫時係排緊第5位㗎。好啦，睇睇啦，翻到嚟伊雲梅拿嗰個時間。哇！伊雲梅拿快咗啊，2分31秒149嘅，但係侯夫話都搏晒老命啊，2分30秒881添啊，仲快啊！係啊！哇！所以但係你睇侯夫頭先嗰個圈啊，段都快啊！侯夫頭先哇好搏啊！係啊，攞個線位幾問啊！係啦，入直路嗰時候真係差唔多揩咗爛嘅。歐陽若曦都快咗喎。係啦，個時間都做得好好啊！歐陽若曦啊，2分32秒519啊！兩大高手真係可以講嘅寸土必爭嚇。咁啊，雪佛蘭嘅工作人員都好開心啊！係啦，因為點解咧？俾佢哋咧係包辦咧頭嗰3位咧起步嘅。咁就可以咁講啊，即係侯夫伊雲梅拿。咦，泰基尼喺第3啊，原來係啦，佢最後時刻都做咗個2分32秒147啦，咁啊搶咗歐陽若曦嘅第3位㗎。係啦，咁都好睇㗎，即係有部即係雖然話頭嗰2架即係首發嘅嗰2名呢都係雪佛蘭嘅侯夫啊同伊雲梅拿，但係第3位呢亦都係非常之勇猛，亦都係技術好老練嘅泰基尼呢守住第3位起車，即係起步嘅時候呢，如果你話泰基尼呢稍為或者係狠啲嘅話，而或者佢哋稍為慢少少咧，泰基尼可以咧喺度咧真係分一杯羹嘅亦都係叫做我哋俗稱話叫做擾亂大局嘅，就係呢位車手啦歐陽若曦。咁亦都有科倫尼啦咁佢哋咧亦都有呢個高度排到第7位，算係唔錯㗎啦係啦，摩洛哥車手賓拿利咧，最後都做咗一個好好嘅時間啊，2分34秒355上咗第6位㗎。係啊，咁呢個即係話都係算係叫做出人意外能夠有咁好嘅成績。侯夫好嘅，真係侯夫呢個英國車手，睇住佢呢，即係今年呢，以為佢呢，就係有機會贏呢個總冠軍嘅，因為佢前7、8個回合呢，都係領先伊雲梅拿嘅。咁但係有陣時你知咧，鬥車嘅嘢呢，就係狀態呢，就係此一時彼一時咁噶。經過咗幾個月呢，過咗夏天之後呢，佢慢慢呢嗰個成績有少少係不及伊雲梅拿咁俾伊雲梅拿啦追過佢，就落後咗20分添，到頭來。哇！呢啲都係侯夫嘅 fans 啊！好啦，成績第1就侯夫，第2就伊雲梅拿，第3泰基尼，第4歐陽若曦，第5呢就哥倫尼，第6呢就係賓拿利，第7呢就高度，第8呢就係力查，第9就顏士拿，而第10呢就係喺排位賽初段已經發生咗意外嘅迪根啊！咦，侯夫即係停咗呢個位嘅？係啦，咦？會唔會頭先因為佢啱啱衝過去呢個計時點嘅時候蹦一蹦咧？睇下先啊，佢停咗喺海角遊雲嗰度啊！谷得幾盡啊！有陣時啲車手冇辦法啦咁佢個人就肯定冇乜意外嘅，呢度睇得到佢頭先佢好搏啊哇！響即係入到直路嗰個。幾乎揩埋欄，伊雲梅拿翻嚟啦，侯夫仲喺上路。即係佢做快圈嘅時候，2分31秒幾嘅時候咧，侯夫又做一個快圈侯夫係啦。係啦，咦佢而家留翻頭髮喎，以前都係光得好緊要嘅，全部光晒，而家有翻少少啦。開始佢話天冷啦，天氣凍啦，留翻長髮啦。好熱嘅，因為事實上嘅係鬥車係啦，坐喺個車廂入邊，
兼夾咧着上呢啲嘅防火衣啊咁成咧，就真係好熱嘅車手嚟講，所以一有機會咧，第一時間咧就係將呢啲嗰個戰衣啊係除低下唞下涼先。伊雲梅拿同埋泰基尼嘅戰車翻咗去呢個維修區咁啊，準備做呢個過磅啦，係啦，冇錯啦。呢個驗車嘅程序咁啊，但係侯夫嘅車就喺松山上路海國雲擺低咗，翻唔到嚟啊！佢可能佢話趁呢個時間都冇乜機會。咁啊，名車出咗啦，咁啊，而家見到咧就暫時啊，咁啊排緊頭位就侯夫，咁啊伊雲梅拿就排緊第2位，咁啊第3位咧就泰基尼嚟嘅，咁啊另外第4位啦，咁啊歐陽若曦。好啦，咁啊睇咗咁多場排位賽之後呢，今日我哋直播時間呢亦都差唔多過一段落咯喎。咁啊，聽日正式比賽嘅時候呢，我哋就再見咯喎。係啦，咁啊，聽朝早或者講一講，聽朝早係幾點鐘係開始呢個直播嘅時間，我哋講一講俾即係家庭觀眾聽啦，電視機旁邊嘅朋友聽啦。咁啊，聽日嘅安排呢，第一場賽事就將會喺8點20分啊，就呢個財神酒店啊，澳門香港埠際賽㗎，係正式比賽嚟㗎啦。係啦，咁啊10個圈，咁啊跟住落嚟呢，亦都呢，即係嗰啲賽事呢係就係為一項跟住一項啊，有呢個太陽城集團澳門路車挑戰杯10個圈，咁啊到咗呢一個呢，就係11點20分度呢，亦都有澳門電訊房車杯12個圈啦。咁然後中午嘅時間12點50分呢，有星河灣名門世家澳門 GT 杯嘅排位賽啊，大家記住啊。咁然後呢，到咗呢個2點鐘嘅時間至到2點50呢，亦都有呢啲嘅比賽啦。咁啊好啦，喺呢度時候呢，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拜拜，拜拜。So how are you going to approach that tomorrow then? You're going to be reactional to him? Yeah, you know, we'll see the first race what's going on. Second race, I don't start very well. This stupid qualifying make me. I didn't slow down enough. That's why I have to start on the back, which is again on logic. But we'll see, and I will do my best. Thank you.